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Rock。話說6月2號咧，我出咗一條規劃嘅短片之後咧，有位觀眾咧 Justin 就提及咧，佢高宏苑就嚟收樓咯。首先恭喜佢先。我 check 翻記錄咧，原來高宏苑 B 座咧今年嘅6月30號咧就係關鍵日子啊。咁我就喺度諗啦，如果由零規劃開始講起啊，阿 Justin 入住之後啊，我都未必講到咧去到有關裝修開始之前有用嘅資訊。我不如就插咗隊咧，先講咗我屋企裝修前或者喺報價上面容易忽略嘅細節啦，以及咧裝修物料同後加項目部分咧同大家分享嘅。各位觀眾可唔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俾啲支持我同埋動力咧去完成今次呢一個系列啊！多謝各位。有機會忽略或者可能係後加項目嘅部分 Part 3，我哋咧去講下一啲嘅電器啦、燈具啦、潔具安裝嘅內容，我哋一齊睇睇。安裝浴室寶或者抽氣扇，咁呢個咧通常我都會去揾啲電器鋪去買，跟住買埋之後咧叫埋啲師傅裝嘅。一嚟將嗰個風險咧分散出去啦，咁一個工地入面咧，你不停咁將所有嘅雜務俾晒啲師傅做咧，咁其實都會有時候忙中有錯噶嘛，咁將啲工序分出去咧會好啲嘅，同埋之後啊，萬一有啲咩維修嘅時候咧，揾翻附近嘅電器鋪咧，咁都會對你嚟講又會好啲啦，喺維修方面會。安裝燈具，可能大家會喺網上面去購買額外嘅燈具啦。我自己就冇咁做嘅，我就全部都喺香港買嘅。咁因為喺香港買，咁我都係加少少嘅安裝費。咁啊，等香港嘅師傅幫我安裝，又係嗰句啦，將嗰個風險咧就分散。就算壞咗都好啦，咁我都可以揾翻呢間公司去安裝，就唔係揾翻裝修公司安裝啊嘛。咁啊，至於大家可能會想喺網上面買額外嘅燈具咧，同裝修公司問清楚安裝額外每一盞燈嘅收費係幾多咯。安裝裝飾燈可能都係屬於一啲叫做後加項目嘅部分嘅，設計好之後咧就再同設計師或者設計公司裝修師傅咧去溝通，咁安裝要幾多錢，最好事前都講清楚，大家作為業主或者戶主都可以預到嗰個價錢啊嘛，可以選擇做定係唔做。窗簾及蚊網可能會忽略㗎，又係嗰句啦，自己揾又得，揾裝修師傅安裝又得。窗簾即係上面嗰條柄咧係要打螺絲嘅，都係一個工序嚟嘅。如果自己可以安裝到嘅，咪自己安裝咯。安裝唔到就揾師傅裝啦，外聘出去俾人做會好啲啦，將個風險分散。假天花，咁呢啲假天花亦都係選擇性裝同埋唔裝啦。咁如果要裝咧，又係一個 cost 嚟嘅，大家又去衡量一下啦。通常就喺廚房同埋廁所都會做嘅。抽油煙機開窿，喺泥水部分之前就開好窿啦。呢啲都係幾百蚊嘅事嘅咧。咁呢啲裝修公司或者設計公司賺咧，又冇乜所謂啦。如果唔係咧，你又係要落樓下去揾其他嗰啲師傅做咧，都係時間嚟嘅。咁不如揾佢哋整啦。上次咧有個觀眾咧就問到底個抽油煙機點樣維修啊？咁我不如都講埋啦喺度。咁其實咧見唔見到呢度係有條喉啦？我喺啲櫃嗰度咧開晒窿㗎嘅。觀眾嗰個擔心咩維修嗰個問題咧，其實就已經係基本上係冇需要擔心啊，係唔會有呢個問題嘅存在嘅。哎呀，應該唔係好影到啊。總之就係咁樣啦。你見唔見到穿出嚟嘅啲櫃嗰度啊？因為你話可能覺得好神奇，就係點解咧？呢度明明有排櫃，咁但係點解都可以做到呢個抽油煙機？要更換都唔困難嘅，係啦，解答翻先。咁其實抽油煙機喉唔會穿唔會爛嘅情況底下咧，咁其實如果真係萬一壞咗嗰部抽油煙機，咪直接換部抽油煙機咪得咯。安裝星盤其實都係要俾錢㗎。可能有啲師傅話要包會成咁樣，其實我記得當時候我裝廁所嗰啲潔具水盤咧，都花咗1日時間，都有成2、3位師傅啊。咁其實都係人工嚟嘅，咁大家要注意啦。花灑、龍頭、水盤、馬桶，
啱啱都講咗話裝水盤咁樣咧，其實都有成2-3個師傅去安裝㗎，咁所以其實都係要注意嘅。唔好忽略呢個錢，可能有啲公司就話會包，因為呢個都接近嗰個工程埋尾叫做完結嘅時候啊，最好就大家都問清問楚啦，喺報價單上面啊，到底包唔包啊，或者係額外嘅收費係幾多錢啊？裝呢啲潔具。好啦，同大家睇完以上細節嘅內容，我為呢條片作出總結。喺電器部分咧，例如浴室寶、抽氣扇、抽油煙機或者係燈具嘅話咧，我嘅建議都係喺香港度購買嘅，甚至係去揾翻一啲咧原廠購買家電嘅公司咧，去安排師傅安裝，將風險分散，以及未來咧揾翻師傅翻嚟維修都會相對方便嘅。但係如果戶主咧係希望可以喺網上面去購買，再揾翻設計公司或者裝修公司咧安排師傅安裝電器，咁喺報價單上面咧就要寫清楚列明每一項嘅安裝收費係幾多，以及咧講清楚未來維修嘅保養等等嘅細節。至於潔具部分方面咧，根據我今次裝修嘅經驗啦，其實咧裝修公司或者設計公司咧都會需要派2至3名嘅師傅咧去進行安裝潔具嘅部分㗎，因為安裝潔具工程嘅部分咧已經係接近整個嘅裝修尾聲㗎啦，所以咧防止一啲嘅設計公司或者裝修公司咧，因為可能自己計錯咗數目咧，而冇辦法咧去完成工程嘅關係而爛尾啊！所以大家傾清楚報價單嘅收費，或者係寫清楚安裝潔具部分嘅收費係點樣咧，亦都係可以保障到雙方嘅方法。考慮以上嘅部分，一嚟減省咗翻手做嘅時間，二嚟可以節省到人手嘅工序，從而節省金錢或者時間。業主或者戶主咧做好準備自救，防爛尾。以上嘅資訊咧，希望可以幫到各位嚟緊裝修嘅業主或者戶主喺報價單上面咧會更加精準同埋預算到自己真正嘅裝修費用。歡迎大家訂閱、留言、讚好，我哋一齊理性討論。我係阿 Rock，多謝各位。